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因为健保在台湾算是一个最流行的一种健保制度以后，其实近几年大部分有偏痛的话，如会去看西医。但是对于中药来讲的话，其实中药对我哋华人来讲的话，伊唔单止係一個藥學嘅內容，其實同我哋嘅歷史、傳統文化，還有我哋生活有巨大嘅關係。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伊係喺嘉義嘅泰林，伊接受以後嘅藥店嘅第三代嘅傳人以後，伊喺嘉義以幾多嘅想法，把中藥同我哋其他生活做一個幾好結合。我哋馬上歡迎今日我哋嘅來賓，我哋開心來介紹。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來自嘉義大林的泰成藥行許開心。開心我請問一下吼，在嘉義泰林唐宮有幾多嘅行業係咪？對，嘉義大林大概有70%是客家人，不過大林的人比較特別，他是福老客，比較不會講客家話。只有少數比較偏鄉的裡面的會講客家話而已。可是唔很容易提供你自家本地嘅行業啊。因為我們這裡有像開張聖王啊，像一些檢視中心的，其實他們那些文化其實都是我們的一個客家文化。那所以去調查之後，做文史的調查之後，它大概有70%的一個人數這樣子。可是這個以前都冇學過客話的，爸爸媽媽唔會講客話。我們這一輩其實不大會聽，不過就是外公外婆他們那一輩還會聽，對，不過後來就是就年輕人就是不會聽不懂了，因為其實而家嗰度嘅現象，你講我哋嗰太人可能嘛會有聽懂我哋客話，但是我哋後輩嘅時節，你唔到嗰度人因為冇接觸到客話時，你唔到會講嘅。但是基本上我哋咧在時冇傾向我，而這個可能以前唔係學中藥嘅，但是而慢慢地去過去接以後嘅中藥點嘅時節，而用以前學過嘅東西，結合我哋其他中藥最新嘅一啲開店嘅方法，而可以創出無像我哋一啲藥店嘅一種形式，我而家馬上嚟問一個，以前係學乜嘅嘢？我想問一下，以前係學乜嘅專業嘅？以前我是學的是護理的一個專業，對。那在學的時候會覺得，我們學西藥，然後跟中醫，它其實是兩個不大相同的一個方式哈。那去學的就是可以希望把它融合在一起，有西醫的一些專業技能，然後跟配合中醫去可以去跟衛教啊，其實會對病人是更好的一個方式啦。因為而家講到一個最重要嘅一點，你講，因為以前學西醫嘅護理嘛，但是你看我哋西醫同漢醫具體嘅差別，你講，伊哋係對源頭來看，伊哋係對面下來看，可是問題係兩邊看事情嘅時節，看病嘅方法都冇同樣。譬如講，我哋西醫，我哋一啲人感冒以後，我哋會發覺，可能係某個病毒啦，某個病菌，某嗰種用人嘅方法去開某個藥嘅。但是對於中藥來講嘅話，其實伊唔會講係用嘅一種病因，而最尾你講唔係發燒，我哋用發燒藥嘅，唔係感覺到有身體酸痛，我哋用身體酸痛藥嘅。但是你這個有按人嘅西醫嘅背景嘅時節，當初而開始接入嘅中藥店，唔知感唔會感覺到嗰衝突嚇？其實那兩個真的是不大一樣，因為西醫的話就是快速方便那馬上有效果，你有緩解的一個情形。那開刀診斷啊，甚至是做檢查都是以西醫為主。那在中醫的話，其實就是它是比較博觀的一個方式，辨證論治的方式。它沒有說一定要什麼病毒去做治療，它就是辨證論治嘛，你的一個症狀引起的反應是什麼東西，所以他就去給他開藥給你吃。所以兩個其實是差的蠻大的不過就是取得一個平衡點你怎麼去看這個東西啊？因為我們可以把西醫學的東西做在我們的一個衛教上面。對，所以像我們現在大部分都是西醫的檢查之後，他會來問你，那你可以把你知道的東西經過中醫一個詮釋的方式跟他講，他就會病人也比較容易接受。對，兩種的話，其實兩個結合在一起是最好的一個方式啊。不過在我們的學習上很少遇到說有學中醫跟西醫的這種人不過就是現在的中醫師現在會有一個西醫的一個訓練啊，就差在這個地方這樣。嗰個其實佢先頭都講係最重要一啲觀念，你講冇錯。而家我哋對中醫來講嘅話，因為我哋看病嘅方法嘅角度係無相同，西醫無相。但是因為我哋咧開始一般大陸有護理師，我哋講西醫嘅一啲訓練，嗰時一啲結合嘅時節，伊都會同講，我用病嘅時節用西醫嘅觀點來看下東西，但是伊最尾還是用中藥嘅方法去喺面前用去調養自己嘅身體。那當初你在學，就是你回來之後啊，那你剛開始你怎麼去
取得说你自己在，譬如说你自己西医的训练跟中药的一个配伍上面，你怎么去取得你刚刚所谓的平衡呢？西医学的就是会把我们的病人一定会检查单给你看，你大概都是有一些认识的哈，你可以去给他分析大概吃什么会比较适合他，不管是药膳的方面。那如果现在在治疗的部分，现在都给中医师嘛，还是药师说，去西药去做检查，所以我们只是去给他建立一个药膳的部分养生。中药不是说只有治病的一个作用嘛，它可以养生。那上工治未病嘛，所以我们从还没生病之前就给他做一个调养之后，他就可以获得一个身体的一个能量，可以做得改善这样子。咁唔能用一屯嘅我哋咧人客去介绍讲，马上就寒热喜事咯。对，但是那是以我们的寒热虚实是看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反应嘛，寒的症状是什么，热的症状是什么，虚的症状死的症状是什么，去给他做个简单的一个浅显易懂的东西去跟他解释。让他做的一个了解之后，就可以去给他卫教这样子。嗰时候牙醫師都講，其實寒熱喜事對你來講嘅話，其實都等於講營養嘅一分配而係增充，然後用呢個增充來去特樣嘅方法去治療，冇得講用嘅藥膳嘅意思啦。咁你這個以前喺做護理師嘅時間，你有聽那實習過冇？護理師的時候實習的很多，不管是內科、外科、重症科，對啊，急診啊、開刀房，其實小兒科、婦產科都參加過，所以看的東西比較廣一點。對，那所以我們對病人的一個身體狀況，我們可以稍微的了解，那可以給他一些建議。對，如果有一些症狀的時候，你應該看什麼，去給他建議他，對你的信任度比較高。幾時有發生過你這個印象鬼沉的事情嗎？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對，其實在實際上，也就像婦產科的話，因為你是男生的關係哈，所以去的時候，大家有些人會覺得你感覺不是很舒服啦，對啊，所以就看了啊，有些是覺得 OK， 因為你是一個實習的一個角色，甚至去當護士的角色，他接受度會比較高啊，所以會遇到一些接不接受的問題。那不過就溝通協調之後，其實都可以改善這樣子。咁這裡來講嘅話，其實護理師以後嘅工作算是佢穩定嘅工作啊。當初呢，我想要貴去講，你就看重要點咯。因為我們在臨床上會遇到一些就是有人生病之後，可是都沒有家屬去照顧。那我自己想到自己的父母親，因為我是長子嘛，那如果我在這裡就一直從事這個工作之後，家裡就沒有人去幫忙去照顧他，所以我想說那我就回家去幫忙，而且我對中藥本身就是比較有一些興趣，所以我就回家幫忙這樣子。那根本連晚歲有聽到爸爸媽媽有做過中藥嗎？因為小時候的時候，因為我們鄉下，其實那個地方是我們嘉義縣最富有的一個地方，所以不管是醫療需求是比較大，而且當時還有一些問神明的一些藥方嘛，所以他們都是問晚上之後就一抓藥，所以其實量很大，都是外地人，那所以我們小朋友都要從小就要開始學那個東西去了解，然後怎麼去稱藥，對啊，所以去幫忙，這是我們從小就訓練的一個部分啦，只是我們沒有多當學理的一部分去念這樣子。嗰時嗰邊就是講，唔見家可以接入咩中藥以後吼，有特別可以讀書嘛？冇得講進修啊那些東西。在接之前的人，因為我在讀大學的時候就去讀那個中醫師檢定考的一個，就是我們進修嘛，要去補習，然後去考中醫師這樣子，所以我們對中藥的認識就在大學時候就一直開始增加，而且我們又接受到西醫的一些觀念，所以兩者要去做一個平衡，對，所以去慢慢去練習這樣子啦。咁你這個開始接以後，因為你這個算是嘛喺外面看過更加嘅現代嘅嗰種醫療、西方嘅醫療，你開始接咗中藥點以後，有想到講怎樣去改變伊冇？幾時間？剛開始回來的時候，其實家裡已經開始會沒落，因為中藥房在健保給付開始之後，它一直開始走下坡嘛，因為一般人看病就是診所跟醫院，所以中藥房的去的人會越來越少，所以老顧客會慢慢凋零，就從早期的門庭若市到門口羅雀，其實你會看到那個變化非常非常的大。那我們學的東西是比較現代的東西，可是你有想法，那爸爸媽媽是很保守的一個觀念他沒有辦法讓你做一個改變啦。所以我們在家裡只能有想法，可是你只能當員工，慢慢去他說什麼你做什麼，這樣子就被一直壓抑着你的一些想法。對，就經過了大概10幾年這樣子。嘿，咁很用的一種機器，點開始有安尼轉變咯？大概在103年的時候，因為我剛好因為看到沒落的太誇張了，到回來10幾年，其實真的沒落了很多。那我在想說，如果以後我真的要接這個事業的時候，我怎麼辦？我怕我會先倒下去了。那我也不希望這個
这个传统产业在我的手上就断掉了，而且是3代这样下来哈。那我就想说去参加一个中药房的那个现代化课程。那现代化课程讲的就是现在有些中药房在经营的一些方式哦，让我们去做一个了解。那我参加第一次的时候，其实在高雄上课，但隔1年，因为听过之后，你的想法还是没有办法付诸行动。那第2年我在嘉义的时候，就听完之后，我就真的很想改变。可是因为父母亲的接受度不高啦，所以我还是去可以做的部分先做嘛。好，那因为我们家本来我们是学西医的嘛，所以有5S 嘛，整齐清洁整顿。然后就是素养这些部分，我们就去开始把我们的一个仓储管理先做出来，然后灯光明亮去做改善，那慢慢去改变他长辈对我们的一个印象这样子。你用的体验的重要点里边开始去推行下的5S 咯。开始对，因为我本身自己的老婆也是护理师嘛，所以他们医院一直在做的事，他也说我们家应该要做个改变嘛，因为我们也是学护理的，所以就开始把我们家开始做整理，一个整个先进先出的一些概念都整个导入进来，整个环境去做改变嘛。那5S 里边，你认为讲更加重要点里面最缺少的是乜呀？其实缺少的部分，其实他讲到整齐整顿，其实这些东西一般很多都很杂乱哦，你只要去看。因为他们就是习以为常哦，就是就乱中有序嘛，所以就随便拿，所以他们对那个位置的规划其实是非常弱的。那我们其实都学的电脑系统，我们去过设定它在哪里之后，我们位置就是在那边，它也不会变，所以就慢慢导入电脑系统，让我们更现代化的一个方式去管理我们家里的一些仓储这样子。你刚刚讲的那套系统其实要花很多钱嘛，那你当初怎么去说服你的爸爸妈妈去接受呢？其实那个花钱的部分是先开始不用，我们开始以我们的一个环境做整理。那些部分其实这个部分你要做整理，就是要经过很大的一个摩擦了，因为他们就习惯在那个地方嘛。那你回家你随便把东西清走，他找不到他就生气嘛。所以我们开始环境的整理，就是第一个我们灯光明亮的问题，环境空间的改善，其实就是要一个大革命的。我们只是放 LED 也会被骂3个月，对啊。那环境整理之后，他东西找不到，你也会被骂。所以怎么样你都会被骂啊。不过最起码我们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先整理整顿这个部分去做一个改善，那最后才用我们的电脑系统简单的就去做 Excel 去管理就可以了，这很简单。嗰個其實伊咧轉變對於對我哋嗰啲傳統嘅香藥店來講，其實係唔係幾艱難嘅事情，但是有個轉變係一天來做嘅。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嗰啲細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我今日有請到來賓係嘉義泰林泰盛中藥房嘅開先啦，喺現場，伊同我哋講，伊係因為對伊啲把傳統嘅中藥店去改良成我哋新嘅中藥店。我想請問一下，今日帶安多嘅伊啲我哋香藥店裡冇看到嘅東西，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伊係乜嘅東西？伊係用嚟做乜嘅事情呢？我哋對客戶來講好，佢係乜嘅東西啊？這個是南鹼。南鹼南部在用的鹼叫南鹼，它的比较大，而且它手把位置就是有角度比较大，因为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它大支省力，对啊，所以叫南鹼。北部叫北鹼，像前面那一支哈，它的刀面就是这么小，然后它是垂直性的，也就是90度的。它第一个它就好收纳，可是缺点就是因为它很短，所以你要很耗力嘛。像迪化街，它不可能摆一台很大的机器在外面占空间嘛。那么南部是以加工为主，所以大台就摆出来就气势了，然后就用好切这样子。哦，可是就变成讲南煎的话，其实伊可以煎的东西如果太过粗糙了啦。但是北煎的话，一般来讲啊，人ลูกค้า人ลูกค้าก็适合用，比如讲我哋台北的可能店面冇安法，可是伊用的北煎可以，第一个好处，听伊煎的东西如果油的，好，可是我哋用北煎。刚刚我哋有看到我哋前面有一啲冻柜，哈，柜面的冻柜，其实我哋而家贵少有看到冻柜了，但是冻柜底下係乜呀？当归那个是下面是一个切片器，当归因为它你知道它整颗的哈，你没有办法这样子切要按扁一点，所以旁边也有一支就是夹扁的一个器具。那如果没有夹扁的那一支器具是用打的哈，你有打过就这样敲，用那个锤子下去打扁之后，第一个用削的一个方式，用削的其实就是要技术要很好，要不然会削不好。那旁边下面那一台是一个拿个一个这样子，它是这样弄，
刷墙的，对对对，那个搓那个切片的一个方式。那当然下面因为它有一个洞哈，就是一个台子上，它就会切下去就掉到那个下面的篮子里面，所以其实是这样用的。所以当归的那个叫当归切片器这样子。它有些可能嗰种人给刨嘅树的东西相反标好了吧？它有一点类似像我们刨木头的那个对的相反。对，可是对你要小心哦，它那个东西，你看你刚刚手拿着这样切的时候，你知道切到最后会不会切到手？对，那这是先人的也很聪明哦，他看到人家在刨木头，不是有一个手把这样子搓哦，所以它上面放的那个当归旁边有一个木板这样子往前哈，其实就不会伤到手了哈，这是他们一个经验的累积这样。它给刨片上面那个黑芒啊，还称了没有？对，那个秤子哈，其实拿起来之后，它有前跟后的一个差异。那是其实是经过杠杆原理的方式哈，离比较远的，它其实它的剂量是轻的，所以那个归零的地方其实就是第二个这个部分。那称到最后面那个刻度之后，它没有之后转过来利用前面那个秤子哈，那所以这是利用杠杆原理的方式来称它，所以表示后面的地方是轻的，前面的地方是称重的一个重量这样。我哋客家吼，一般来讲，除了讲称来讲要称以外，其实把一啲花的立灯，然后因为上面用一厘一厘的方法来称咧，也没称主用的嗰種方式。咁我哋其他角度有四嘅種球嘅，中華會有安多嘅種球嘅喏。這些東西哈，其實，這些器具就收集是為了推廣我們中藥文化，因為我們在我們的一個現在的一個社會裡面哈，中藥文化其實一直在沒落的。那當時想說中藥的怎麼讓人家看見哈，所以我們經過有一個小旅行的哈，來到我們家之後，我是希望來大林也可以認識中藥文化，所以我們當時就把一些我們早期的一些器具哈，就放在門口給大家了解一下，而且它可以一個實際上去體驗，它可以增加它的印象，所以我們就去慢慢去導入我們一些中藥器具的一個導覽解說之後，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東西這樣。可是等於講，唔把以前喺漢藥店裡面可能會看到的東西去展覽出來，俾大家人看，講以前我哋中藥房可能會看到嘢嘅東西。可是問題，我哋有兩個東西，更加係我哋根本冇到看得到，譬如講嘢嘅，這個是腹肌練習器嘛？對，這個哈其實有點像那個滾輪，有一點像，有沒有？練腹肌的就是這樣子練啊。其實那個東西其實叫藥傳碾槽哈，其實是磨藥粉的一個器具。早期因為沒有機器嘛，所以是經過第一個你可以用手，當然是可以哈。如果小朋友沒有力氣就用手，因為手的力氣是小的哈，而且彎着會腰酸背痛，所以他在弄的時候基本上是用做的方式哈，會比較省力，而且腳這樣踩哈，力氣會比較大，是磨藥粉的器具這樣。不是，如果伊喺粗的體然後這邊用腳去提腿都差不多啦。對，它那個是其實放在我們腳這邊哈，那踩的之後往前後踩，用力踩，它就慢慢變成藥粉，那是最輕鬆的一個姿勢嘛，因為你是坐着一個方式，所以我之前哈長輩他們就是在聊天的時候晚上就在慢慢踩啊，反正聊天也不趕時間。那如果真的趕時間，其實他們也有第二種方式，就是拿兩個桌子哈，人站上去，這樣子踩一起，有體重下去壓。這樣會比較快。再來當然是有第三種嘛，就是拿一個桿子的哈，更厲害的是一個桿子，整個體重往下壓，那是第三種方式這樣子的。可是其實以前的人哈，所謂的藥粉其實冇更加簡單，因為以前的東西冇人哋講更加乜煙草嘅，其實有啲以前的固態嘅煙草，但是呢煙草其實用牙腳慢慢地去鬆煙粉。可是對以前人嚟講話，其實把啲東西要變成藥粉冇咁簡單。其實我記得最有興趣係有個算盤啦，個算盤一般來講我哋帶下係算4支，然後上面1支，中華也係帶下係5支，上面係2支咯。那個算盤哈，現在的很少看到這種算盤，它上面是2個，下面是5個哈。這種算盤目前全世界會用的只有台灣人，因為我們以前都講半斤8兩，1斤16兩，那全世界會用16兩的呢？沒有。所以那一種算盤是下面有五個值嘛，所以1、2、3、4、5之後上面有兩值嘛，一個是代表5嘛，就5加50，再加就15，那再加1就16，就斤1了，所以就斤兩算盤。對，哦，嗰種也係稱斤兩啦，以咩10進位啦。對，它是16進位的一個方式哈，所以這種算盤就只有全世界只有台灣人在用啊。可是因為台灣人現在只有做生意的人才需要斤兩的問題哈，那一般人不會用到，所以不管在學校哪裡都沒有學過這種算盤。一般睇過人講10進位吧，10進位一般帶下係4粒，因為4粒係
上面都摆黄的嘛，可是我都奇怪，个黄的话，能用的记录，原来迄精良算盘嘛，精良算盘，一件是用了，好，可是用嘅话，按尼讲啊，都啲嘅，那其实讨论只下讲嘅话。讲归去以后，作为轨道的一种对人的很有点的一种转变，唔单止讲导入了5S 的一种内容，其实我哋讲这个嘛对我哋很有用的去接触我哋的想法，我哋去从因的想法嘛做轨态的改变。譬如讲，这个做轨道的我哋讲茶包，哈。咁当初你设计嘅茶包时，係用的一种想法去设计嘅茶包呀。刚开始我会做。简单的水煮包水煮包就是回去自己煮。最早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当时是夏天，所以大家喜欢煮一些青草茶什么东西，很多人接受度比较高，所以我们开始是做那个洛神花茶水煮包，它一次煮4000cc嘛，所以家人都可以喝。那么其实会遇到我们要冬天了，冬天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不可能永远在煮那个4000cc的，而且要冰起来。所以当时说，那我要开始做一个转型，就是变成热的可以用。那这个就有点像咖啡嘛，我想到咖啡，那我们把中药做成茶包，它冬天就可以使用了，所以就开始把中药变成做成个茶包的方式让年轻人可以接受。对，这是我最初的一个想法这样。咁你给他点底部最舒服养的茶包是哪几款啊？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洛神花茶跟菊花茶。洛神花就是因为夏天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冬天的开发的茶包第一款也是洛神花茶。那另外一个菊花茶，因为有菊花茶有罗汉果跟彭大海在里面，就是有润喉的一个作用。那是因为当时小朋友在读幼稚园老师都会喊小朋友，他喊说我都沙哑啦，是不是可以吃点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一个菊花茶，就是加罗汉果、彭大海的一些，就是慢慢变成它水煮包之后变成茶包，然后开始慢慢增加我们的一个品相，这样子增加。咁后来你这个更加点底部你这个你们卖最好是哪样？销售量最好其实就是我们的茶包，就是黑豆茶红枣枸杞茶，还有茵陈茶，就是因为容易熬夜，有点像青草茶茵陈嘛所以就是这3款其实销售都蛮不错的。那当然也有像舒眠的就是炯炯茶就眼睛的就是慢慢的增加我们品相，其实都还不错了这样。咁你这个意味讲，更加你睇到下地步，做下嘅茶包的比例同我哋后来去研究嘅我哋讲工作比例来讲嘅话，更加慢一个多呀。茶包的比例其实它在我们销售上，其实占了大概有1半以上都是茶包那现在在抓药的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如果在家里你会看到一天可能没有几个人会抓药，而且都是长辈嘛那年轻人接受度非常非常的低。对年轻人都喜欢快速方便嘛，所以我们茶包已经占了我们的一个营业额的大概1半的一个销售这样。就是等于讲，其实对比例来讲的话，变成讲开心，以这个当初所做的一种尝试、一种试验，更加对人的收入来讲，已经占到1半了。比如说讲有个尝试，其实对一般的我哋讲商业行业来讲的话，已经係算成功的，因为我哋原来研究的顾客本台路越来越少，但是已经有一啲新的业务、一啲新的赚钱的方法，可以去代替模式係的一种。50%，咁今日我哋有看到講，伊只茶佢講呢，伊要設成一等獎，要係乜個茶？這個茶是那個桂花美人茶這個茶其實你看它的非常的美，那因為這個茶是因為我們在地的一些有桂花跟栽種黃梔子嘛，其實就是在地的一個產業。那我當時想幫這個社區開發着一個特別的一個茶包，就是大林專屬的一個茶包，所以就是桂花美人茶所以它裡面的一個。黃色的部分就是我們的梔子那加一些桂花，其實有一個清香味。那剛剛講一個裡面有甘甜的感覺，就是我們羅漢果跟彭大海的一個作用，其實就是喝起來會比較順口這樣子。嗰種有個茶色，其實佢係貴講嘅一種茶色。我看落，其實我頭先講同我哋開心講，其實也應該可以用一個嗰種我哋講高腳杯其實看落嗰種香檳樣嘅。然後以是後來其實。蜜頭歸清淡，然後有一種慢慢的一種桂花的香味啦，還有有啲我哋講雞嘅蜜頭。問題係那個加熱太點，怎麼會種雞嘅咯？嘉義大林其實早期，因為我們那個台灣有那個移工到日本去測甘蔗嘛那所以這些梔子其實栽種是賣給日本人的。那日本人的染劑嘛，像我們那個菜桃，就是那個我們的雞肉飯上面那個黃色的那個有沒有那個黃蘿蔔，其實就是這個染劑。那我們像那個粉桂有沒有粉桂的那個方式，其實都是天然染劑，但甚至是染衣服其實都可以用。那其實是外銷給日本那邊，對，所以大林種了就是無毒友善的一個耕作方式這樣子。但是你怎麼想要出業的茶包呢？
就是在地化，所以我就希望把它开发大林专属的茶包，而且是在地食材，对，就是符合我们一些慢城的一个元素在里面，所以我就把它设计在里面这样。就是变成讲，希望把用牙做牙去天数牙杀去去推销牙的一种特产啦吼。嗰其實佢重要點樣講，一天喺書嘅重要點地方咯。其實重要點係幾多東西同我哋生活係有關係。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開顯同我哋講，而係讓我去研發嘅一新嘅茶包。像頭多行我哋喺節目地方一直都講到講嘉義大林嘅勢力行，感覺到其實也俾勢力行對人來開始可以也俾重要點樣轉型後，有一啲貴大嘅影響，無論一啲貴大嘅一啲參加係咪？在剛剛我們講到的小旅行哈，其實就是大概在9年前的時候，我們就朋友就想把人家帶到認識大林，因為大林一直沒落下去了。那我的角度，因為既然有人來認識大林，我就想讓他認識中藥文化。因為大林沒落了，那中藥文化也在沒落。那希望他來到大林，可以知道大林的美好，甚至是中藥的美好。所以當時我們就開始去推大林的小旅行。那來到我們家當然是我們家中藥文化嘛，所以我們早期把一些器具就慢慢擺出來，因為當時沒有空間，所以我只是一個在我們家前庭就是擺幾樣給大家實際上去體驗中藥的一個器具怎麼使用。所以那慢慢在我們的轉型的過程裡面，換我在接手的時候，我們就是希望更完整，所以我就慢慢把我們的一個小旅行的路線就呈現在這邊所以當時的小旅行路線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只有幾個點可是我們希望來到這裡的人可以了解我們大林，不是只有泰城藥行，因為自己好沒有好，我是覺得要共好這是我的一個想法啦，所以才推大林小旅行，把我們大林的美好介紹給大家。我開先講，我哋貴創業嘅點講，這個好其實唔係最好，其實他個人傾下好，那係一個最好嘅事情。因為講，我哋如果生活喺睇下俾一啲沙氣地方，唔可能講因為我這個一啲人個有名，結果他個人就個冇名。可是一天愛好吧，一天愛貴嘅態度，無論貴嘅一啲喺啲沙氣地方。傾下好嘅時節，我哋哪會傾下，你哋哪會傾下好過？嗰種種人嘅想法，唔係一開始都有還是講唔係參加呀？要勢力行業後，那開始有呢想法嘅。參加小旅行，它的作用其實讓大家認識大林，所以我們的目標是共好，因為大林一直沒落了，那我自己好其實是沒有用的，一個點其實沒有辦法撐起整個一個大林的一個部分所以我們是希望來的旅客可以知道我們大林的文化，所以我們慢慢就是把我們的剛小旅行的路線更完整，把我們大林的一些歷史全部寫在裡面，因為來到這個地方不是走馬看花，我們需要深度的一個導覽，所以我們就把大林的故事講給大家聽，所以就是每個點慢慢增加之後，那來的人之後，他可以去我們需要讓他了解的大林的一些其他景點，對，所以就是更完整。他一定要喝飲料，所以要吃飯，所以我們的一個產業就有機會帶起來，人來就有機會，所以我們一直在做創造機會的一個做一個行為這樣子。咁從你嘅勢力行來講嘅話，更加不過當然易看冇。小旅行其實我們這樣子。一年平均大概都超過5000人來到大林這個地方。那大林其實沒落的非常多早期大林大概超過6萬人，那現在只剩3萬。我們大概平均帶一年就超過5、6千以上的人來這個地方。希望借由他們的一個導入之後，可以幫我們大林注入一些活力讓大林大家知道，讓大家來消費，讓甚至是年輕人可以返鄉。嗰種一啲讓喺3萬人呢一啲地方，每年會有5000人來參觀，其實係一啲幾了不起嘅事情。咁我年紀有1年會有5000人來做，但係反正這個有個開點，唔能用嚟分身咯。對，那即使家裡還有爸爸媽媽還有妹妹在幫忙那所以只要因為我們有預約式的，所以我大概那一天就跟他說我沒有空去處理家裡的一些狀況所以他們都是知道我在做什麼啦，只是在推廣大林的美好嘛。那來到大林當然是大家更有機會，所以其實開始他們是非常非常反對我這樣做，因為這不會賺錢對，推廣文化是不會賺錢的。可是我是覺得希望更多人來到這個地方，那把這個整個這樣子把它帶上來，讓大林出現機會。唔會賺錢係另外一回事啦，但是另外一回事講，
按东西的看人点的时间，人家生理要用的做喏。其实还是多少会有影响啦。不过，其实来到这个地方，他第一个认识中药文化，第一个会建立你的信任感哦，因为中药是需要信任的东西，所以后来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会去跟你讲他需要什么东西，有机会嘛，因为当时不可能来到这边买中药啊，对啊，所以只是让他知道中药文化，啊，也对你有一些信任感，所以也是创造机会的一个部分。那再来就是把他带到整个大林，让他认识大林这个地方。因为我哋講後來成立嘅中藥文物館，希望嘅伊啲基地上嘅用去成立一個中藥嘅文物館咯。因為當時會想成立，是因為我們剛剛小旅行的時候，其實東西都擺在潛艇的一個部分，那會遇到刮風下雨，因為東西會淋濕嘛，所以久了之後想說，如果有個空間哈，我可以把我們的器具整個搬進去，那甚至是更完整這樣，所以就有個那個想法之後，就剛好就。鄰居就要賣，而且在我們家旁邊嘛，雖然是老屋，我們就把它買下來就做整修，那把我們家的器具整個就呈現在裡面哈，這樣在導覽上會更完整，就一個步驟，什麼時期是什麼東西就把它陳列在那一邊這樣。但是問題係個老屋本身的情形都幾方面咯，老屋的狀況非常的糟哈，其實那個有點像廢墟啦，所以買下來其實自己有一點像買到鬼屋這樣，好啊，所以就花了很多心力去做一個整修，然後把它修到我們自己的一個想法裡面這樣。那問題總共花了多少錢啊？整修就這樣，你看起來好像 OK， 大概因為他會叫人家來評估嘛，評估大概多少？那大概評估大概300萬，我300萬想 OK 啊，300萬自己還有哈，這樣，然後就開始去整修。那整修到一半覺得不對啊，這個整修完之後好像哪個地方要再修正，哪個地方再修正，所以慢慢一直加到最後600萬。不夠錢，那就去貸款。對，但是問題係，而家作為啲文物館來講嘅話，媽媽應該要不反對吧？蓋房子弄好了，整理完的時候，最起碼租給別人也會賺錢。你在做文物館，那幹嘛？對，那個文物館不會賺錢，而且要花時間、花精力，而且那些維護都要需要經費嘛。啊，他其實很反對，可是我給他的觀念就是，我那個東西是要做推廣用的，對，我是要讓更多人知道這個產業，對，那這個產業才有機會嘛。那如果沒有人認識他，他就沒有機會啦。嗰個其實你真係花一啲巨大嘅心思啊，去想要去推廣中藥嘅一啲事業。同時講，中藥文物館裡邊應該有書嘅幾多東西啦，嚇，幾多書嘅東西裡邊有發生過幾神奇嘅故事嗎？有，像那個剛剛講的北檢，那一隻北檢哈，其實我們這個南部沒有北檢這個東西。那是因為我在小旅行的時候，就是剛好哈，他在看我在導覽，那我講北檢南檢，可是我沒有實際的一個物品啊。當然他就說他有，他有，他說他要送給我。那個送給我，他其實是有一個故事的。那個故事因為他去賣藥給人家之後，別人欠他錢啊，欠了50萬。那欠了50萬之後，他去要先拿一些東西來抵押，去的時候只剩那一隻，那一隻北檢就值50萬啊，所以他還把50萬的東西送給我，就50萬的價值，這是第一個。那旁邊的那個也更有趣，旁邊那個石頭的導救，石頭因為我在帶小旅行，那鄰居也都知道我在帶小旅行，也都沒有收費。不過他看到我這樣子，好像很多人應該賺很多錢，他就跟我說，他們家也有一個石臼，要不要？如果很漂亮，100多年的歷史，賣給我。我說好，如果便宜的話，那就 OK 啊，反正我只是給大家看一下而已。他奶奶說他說他賣給我，他想做一些善事所以要賣我20萬。我說20萬這麼有價值的話，你留着慢慢自己看就好了那所以他說我要去收集，其實不用那麼貴嘛。所以就是有幾個有趣的一個故事這樣子的。嗰個其實喺推廣中藥嘅時間，其實唔單止講你這個付出幾多，嘛係得到幾多年嘅一種天數啦嚇。因為其實人家就像我哋嘅節目一開始嚟講，我哋講，我哋而家中藥開始面臨轉型嘅一種機會嘅。你這個算是一啲行嘅幾前面嘅一啲前輩，嗰種唔係對我哋見啱話要開中藥店嘅人嚇，而想話轉型有乜嘅方式要提供，而想係乜嘅一啲建議冇？因為我覺得中藥的話，在早期中藥房是很封閉的一個行業它比較不會跟別人交流，這是最大的一個缺點，所以他沒有走出去看大家進步的一個樣子。我是希望他可以到比較有名的一個店家去參訪去了解他怎麼轉型。那再來就是因為我們以前都是覺得在這裡客人就會來，可事實上這個行業沒有辦法這樣子，你如果沒有走出去是沒有機會的。所以我們會到很多社區嘛去做一個
就是我们的一个养生的教学啊，让他认识药材啊。其实你走出去才有这个机会嘛，因为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中药文化。其实头先可以先讲嘅东西，其实唔單止係中藥房，對於嗰個傳統嘅事業嚟講嘅話，其實而家講嘅2點就係可以從有第一點嚟講，你去多看外面嘅東西，去多學習。第二嚟講，唔係行出去聽佢狗屁，因為我哋以前譬如講，我哋可以中藥店嚟講，我哋其實都睇碌卡，準備有朋友會準備藥單嘅啦，嚟看嚟驗藥嘅，但是而家中藥店已經冇咁樣嘅，我哋一同朋友合作。相同我哋可以，如果同我哋無強嘅沙器去合作以後，去推廣以後嘅東西，幫我哋中藥廠商加上以當地嘅沙器嘅特產，好來對特別做出一啲以自家嘅專屬嘅一啲產品，亦都係把中藥店行出一啲改創藥嘅一啲方法。剛剛像小妹講，從人家渠道見到嚟講話，唔止個香港人家嘅提升中藥行，還有無論人家嘅中藥文物館未來一樣嘅發展。因為現在成立中藥文物館，其實很多人會因為全台灣只有這是唯一的來看這個地方。不過因為我們的主業不是在顧那個中藥文物館，我們還是做自己的生意，所以我的想法是希望常態性的一個開放。那是不是有機會變成一個地方性的文化館，去做長期性推廣中藥文化？這樣子的話，它就常態嘛，所以會更多人來這個地方，讓把中藥的一個文化更快速的一個推廣，這樣子。其實講到健家啊，吼，唔知講我冇聽過到講，安尼以後啊，吼，你做一啲事情以後，你都開始會賺錢。到健家以後，你一次同我講，我都講，你用個把嘢嘅中藥去推廣本朋友哋。一當初對唔知家開始過來接嘢嘅店嘅想法係同樣啊哈。其實是不一樣的哈。其實回來接的時候，我一個要先活下去嘛，對不對？我自己有辦法生存下去，我才有辦法去做一個推動。那慢慢，其實我們有一些新顧客會有來購買之後，我們有能力慢慢的去把我們中藥文化更快速的去推動。所以中藥文物館的成立不是以盈利為主，它就是以推廣中藥文化，甚至讓更多人知道它的好。那它的功能也很多嘛，因為很多藥師啊、中醫師其實都會來，因為我們有一些炮製的一個方式去教學，甚至是認識藥材的部分，所以它的功能性是非常大的哈。所以不是只有一個館藏，可是我是希望它變成一個常態性的一個展出哈，讓更多人可以了解。嗰個嘅文物館地位咪課程可以上出嘅。有文物館的部分，其實我們有一些像最近跟社區大學聯合嘛，就是我們中藥的課程，讓中藥就是中藥的知識可以傳遞下去。那在裡面有 DIY 的體驗課程，都可以去讓更多人知道中藥的東西。所以其實中藥可以做得非常的廣啊，看很多人其實很多人的想法都不一樣嘛。藥膳也有哈，它可以咖啡也有，所以其實怎麼融入我們的生活當中，其實就是看你自己的一個想法這樣子啦。對於啲傳統嘅行業，譬如講啊，對開藥店嚟講，把好彩業面要開心，安尼一啲年輕人，仍然要用以後嘅賺錢嘅時間來推廣有中藥，邊有中藥可以幫嗰多人哋，幫嗰多人接觸，安尼中藥，咱可以繼續行下去。今日嗰啲感想啊，咱開心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中藥嘅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朋友。那有機會的話，歡迎來大林泰城來了解一下我們中藥文化。謝謝。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你先到嚟運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球的運動，請準備一粒像安尼大細球的，不是太大哦，可以手把掌可以握的，哈，你的手掌可以握的，可以搞穩數的，好，都可以團嚟同下做運動嘅，準備好了嗎？團嚟同下做運動哦。將個手踏輪來做一個手掌的一個末梢的運動，用力變鬆，用力再變鬆。可以加上鼓下來。
好，臀的手，提你的手背，做一个交替，滚过去再滚过来。是可能性老眼看呢，老球诶，训练你的手的一个协调臀的反应哦。球诶跌很怕仰空来如何诶？慢慢的捞，唔是太夹。好，拿空来做，唔爱做数，较好哦。好，地上面放松来，用下来，加上挺脚。另外一只手可以叉腰。好，更加稳，右片，手伸出来，好，更加来做扩胸，打开来，贴中间，搞弯手。我更加来加上你的脚，你的旁边，好来点出去。沉沦欣赏，慢慢的做。球的跌很怕仰空人，好，继续吞欣赏，偷做动作。好，再来。手成一个垂直，捞下来顶的叶尾，捞上去，变一个垂直弯手。加上骨。下去的时节，捞下去要加上骨，迄个骨再伸出，看清楚的吗？顶的腰背捞过去弯片，好，过来，来，第前面开始哦。
甚至的树天桥，另外一只树叉腰。碗片，都市的树风来哦。更加来做垂直手，伸出来，以后要捞，伸出碗片，加松骨。起起，跳起，老杨看的起起，跳起，搞弯数，训练的手的协调。碗片的哦，我看欣赏老的都市野味鸦片，碗通走。好，更加同的手伸出去。跳起，日出，日落，好，更加来试看的是两只手，挺空来，用下来。垂直手，做一个弓箭步，做一个延展，手的表演的脚。来碗片，再一摆，尾龙会打出来，碗片，
慢慢的过来。今日的动作记得了吗？明日要记得同先生做运动哦，好好运动，能下次能来了。